日前中国一台快艇掠鱼，甲咱食过界，咱的海巡署出动来追捕，结果对方是并船，有2个人死亡。这2个死者的家属早起已经到金门陪同验尸甲招魂，讲要伫金门待1暝，明仔载等这个遗体入墓了后，就会转去中国。另外，佫有2个船员下晡已经送转去中国了。嘛因为这个事件，即摆金门、厦门的海峡，这个气氛是真紧张。有什么诉求吗？你们？过去暗无话无句，看起来心情真歹，会船顶行落来。中国渔船16号超过界线，造成2死意外。加上今仔日坐小三通来到金门。面对媒体，就是不爱加讲。家属坐起到车顶，前到殡仪馆确认遗体身份。死者家属验尸确认了后，会进行火化，卖伫咧明仔载带回去。另外2位活落来中环，今日下晡卖当坐航遣送转到中国。7早8早，码头边仔真侪人等咧迎接中国的人来，包括刘议会和海巡署的人，穿黑色的西装，带先到场。本分署会尽最大的努力，协助家属完成后事所需要的安排，并可以最大的协助，希望一切能够圆满顺利。这领行中出动7大镇的人，全部拢是因为事件后尾，中国海警宣布对台湾4周回实施常态化执法。根据中国港口网站船的监测，早上4只中国执法的船舰出现伫咧下金海峡，因讲这是常态性的巡查，其中上大只的船有92公尺长。根据中国网站资讯讲到，中国海警队伍已经装备3000吨级数以上的船艇，上少70只，有的船只佫是采用军舰的标准。我们此行来金门，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。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。渔船的事件造成2死的悲剧，两岸关系更加紧张。死者家属悲痛认尸，敢希望赶紧把亲人带回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